夜花进来活风活土形上少少咧，一少时，再少时，三少时，所以本古拜天。这骨螺，这种听拢个以为这种骨螺好注意。这个太扎骨了，我看你扎骨了。好大管听对他吼。滚衣，有着平心稳理，万温爱乐，得患感召这言万万为真理，用你三拜，一拜。再拜，三拜，今年代表年上天内花，夜花，一个，夜个，一花。向以上一定为行三吉祥咧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，你行是中合家，请各位瑞庆祝拜年，好人称呼你是阿伯、阿姆、阿叔、阿姊妹。请你同来见面，好人称呼你是阿伯、阿姆、阿叔、阿姊妹，请一同来见面。也就是咱的5检验组的兄弟，哦。阿金、阿姆拢做回来吼，好人称呼你是阿伯、阿叔、阿姆、阿姊妹，请一同来祭天，做仪轨，滚香，手着金天。今天迎接绝不令人怀阴阳，如今难以难下，不甘分离。此后何言再相会？上牛三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回牛，一定代表行三献礼。杏花，艳花，来手抱合头或双手合掌，请歌，艳歌，杏花，艳花，
要米酒，请注意上就是就再就是两对一哇，泰国呢？你看，泰国董事长哦，都是都泰国的董事长。泰国干那个台湾的下雨，柳云这个。多点传出中营了。多点传出。再拜3拜一点代表灵感建立鲜花鲜花品歌鲜歌品端片段，用以上一认为行三个修炼三吉祥的一笑笑，再笑笑，三笑笑起，请咱背起来。所以里面是讲遗嘱后世。对亲族拜见，好人的兄弟、叔伯的兄弟姊妹，以及因的后代一同来祭奠。问过称呼咱老先生是阿伯、伯公、阿叔、叔公的孙仔辈拢做回来。问过称呼咱老先生是阿伯、伯公、阿叔。叔公的孙仔辈拢做回来，来好甲关起来，好甲关闭起来吼，好甲关闭起来。所以过本音，想到人家，跪他，滚音，梦中用意得变幻，用意去救小晴天，谢谢流风平静在。喜欢将军一如莲，用牛3拜，1拜，再拜，3拜，为你。一名代表年长建立景花，献花，请歌。燕歌景观，燕观，
将其认为明3票收咧1票收，2票收，3票收，起，也背起来。所以是比是讲遗嘱大些，请后位主宰拜见。受仪会，会仪。